腓立比书2章1节到11节，我用台语汉语本来共读。第一节，所以若伫基督有啥物劝勉，也是啥物人来安慰，也是有圣神的啥物交通，也是有啥物慈悲怜悯，恁着互我的欢喜充满，就是当心志，当仁爱，心神合一，心志专一。凡事无伫为着结党，也是为着空空的荣光来做，督大家用谦逊的心看别人较赢伫本身。恁逐人无伫顾家己的事，也着顾别人的事。第5节，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做心，伊本有上帝的形状，无掠甲上帝平等做所着接受的，反倒摒空家己，取萝卜的形状，正做人的样相，已经有亲像人的款式，就屈家己，顺服到伫死，甚至死伫十字架。所以上帝高升伊结缘。上帝赏赐伊迄个名搬过伫万名的顶面的，互见若伫天、伫地、甲伫地下的，伫耶稣的名无一个骹头有毋跪拜，无一个喙毋称呼耶稣基督做主，来归荣光俾上帝。这时，请赵牧师来正道，伊要正道的题目是互相扶持。大家平安，真欢喜搁再一遍来到伫咱大桥教会。会记得几冬前，咱大桥教会咧签约的时阵，拄好我担任咱台南中会副议长的时阵，带咱的总委长老甲咱的即个做遮个中委的同工来协助咱咧买一间厝安尼。嘛感谢上帝啦，通过安尼中会的扶持帮赞。互咱今仔日看到即个所在，诚做敬拜的所在，我相信这的确有上帝美好的旨意。特别咱今仔日咱嘛通过即个信息来帮助咱，互咱伫咧迎接耶稣基督降生的即个过程中间，通过互相扶持，互咱会当将耶稣所赏赐的疼、喜乐甲平安，也分享互咱身躯边的人。愿上帝赐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未讲道进前，搁再一遍邀请咱安静咱的心，咱做伙来祈祷。诸位听咱，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有机会来就近你。当伫即时，你正受阮的囝儿，要来领受主你的启示，愿主你的灵运行伫阮的心内，互讲的甲听的平平得到祝福。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伫咱台湾某一冬2月6号有发生一个真大条的代志，咱较有印象，拄好接近过年的时阵，0206叫做美浓大地震迄个地震咱台南市有哪发生一个真大件的事件咱敢知影啥物事件？就是迄个维冠大楼维冠大楼倒去安尼，这是当时维冠大楼倒去的迄个情况。伫这过程中间，咱看了讲当维冠大楼倒去的时阵，侪遮的救难队来到伫咱台南这个所在，甚至国外遮的救难人员嘛来到伫咱台南这个所在。伫这过程中间，咱来想一件代志，遮的救难人员、遮的救难队来台南，因的目的是要做啥物？要救难嘛所以叫做救难队，就是将迄个瓦砾堆当中的迄个人受困的人甲伊拯救出来安尼。其中新闻报道有报道一个救难的过程，我足感动的就是讲迄个新闻记者咧采访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原本伫迄个瓦砾堆迄个倒塌的建筑物内面，伊无法度爬出去因为迄个可能迄个窗户离她太远了。结果迄个救难人员甲这个女生安尼讲来，我趴着你踏在我的身上爬出去。我唔知咱有看到这个报道。当我看到这个报道时阵，我足感动的，印象很深刻。伫这过程中间，咱看到讲，这救难人员因为着要达成共同的目标，因愿意屈给家己谦卑的趴在地上，让
灾民吼从他的身上爬出去安尼。我想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互相扶持的一个关系安尼。当咱听到这个过程中间，咱倒来想咱教会中间的关系啊。其实咱教会中间的关系，嘛好亲像这个救难人员甲这个灾民的关系同款啊。因为这个救难队因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咱头先讲伊的目标是啥物？救难，把那个灾民救出来嘛。咱成为基督徒吼，咱嘛有共同的目标啦。咱敢知咱基督徒，咱人生共同的目标要行去倒位？就是有一天，咱会行往咱的天父上帝为咱备办迄个天顶的祖家。我们有一天大家都会回到天家嘛。所以伫这过程中间，咱需要互相扶持，才有法度来达到咱的这个共同的目标安尼。伫咱今仔日的圣经腓立比书2章4节，伊有安尼甲咱讲，恁逐人毋通人干那顾家己的代志，嘛爱顾别人的代志。伫遮咱来想，为虾米保罗甲当时的教会来跟对耶稣的人讲，恁来教会毋通干那顾家己啊，嘛爱顾别人的代志啊。为啥保罗一直甲遮的会友、甲遮的兄弟姊妹，甲因强调这一句话？其实保罗伊伫咧开设教会，也是讲咧写互教会做张批的过程中间，伊有讲到一个真重要的观念啦。咱来看哥林多前书12章14节甲26节。咱这回来念14节，我们念 PPT 上面的经文，来预备来。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的肢体。好，来26节，我们一起念。好，来，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所以伫遮咱看了讲，保罗又甲咱讲到一个观念，就是讲一体若受苦，百体当受苦。一个肢体里面有一个部分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跟着受苦。伫遮咱来想，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样了解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跟着一起受苦？我们咱在座的弟兄姐妹咱感觉喙齿疼过，牙痛过了。咱来回想一下，当咱喙齿疼的时阵是干那迄粒喙齿那一颗牙齿自己在痛。也是讲，迄天咱规身躯拢很不舒服。我想咱有牙痛过的弟兄姐妹回顾一下，咱有一句话安尼讲，牙痛不是命，痛起来会怎么样？会要人命。所以伫这过程中间，保罗伊用这款的比喻，咧甲咱讲其实咱来到伫教会，嘛好亲像是来到一个耶稣的身体内面同款啦。所以只要任何一个所在、任何一个人受苦，其实其他拢会受到影响。所以保罗伫这个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伊有甲咱讲恁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并且逐人成做肢体啊。所以伫遮咱每一个来到伫大桥教会的兄弟姊妹有可能有的人是担任手，有的人担任骹，有的人担任这个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安尼。所以保罗伊甲遐个当时的这个教会的人安尼甲咱讲咱爱对伫别人的行为咱爱用基督的心来看待。为什么爱用耶稣的心、基督的心来看待？这是咱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讲咱一个基督徒，伊若有法度用耶稣基督的心来看待教会、看待身躯边的人、看待伊所面对一切，他的人生不一样。为什么爱用耶稣基督的心来看待？因为当咱乃当谦卑，用耶稣基督做咱的头，咱就会当安那看别人比家己较强，毋敢若单顾家己的代志，嘛会当顾别人的代志。所以伫这过程中间，当咱观念转变，咱的生活态度嘛会转变了。才煞咱来想，那安尼教会中间应该爱存在什么款的规律？咱大先来想，什么叫做教会？咱每个礼拜来大桥教会敬拜，有的人来教会
30天、40天、50天，甚至更较久的时间。有一天，咱的朋友非基督徒，甲咱问讲：某某人，我看你吼，逐礼拜拢去教会，你敢会当甲我讲教会是什么？咱要安怎回答？当我们的朋友问我们说：我常常看到你去教会，你可以跟我讲教会是什么吗？我们要怎么回答？其实教会是一群有共同信仰目标的人生活做伙的团体。我们有共同的信仰目标，我们都是来敬拜耶稣嘛，敬拜神嘛。而且咱这群人是领受恩典的罪人啊，包含牧师也是一样，也都是领受恩典的罪人。咱犹原有无同款的软弱甲欠缺，每个人有不同的软弱的地方，有欠缺的地方。所以伫这团体之间，保罗甲咱讲，咱应该爱互相扶持啊，才有法度，互这个团体会当和谐来达到咱共同的目标安尼。伫遮咱嘛来想哦，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有无同款的背景，我们不同的年龄层，咱有不同的家庭环境，但是咱来到伫大桥教会，咱拢行伫同一条路顶管。咱读总有甲咱讲，一开始的时候有告诉我们说，咱是行伫对一条路顶管，要行往永远上帝为咱备办迄个天家的路上所以伫这过程中间，其实不好走咱的生命内面，咱伫教会服侍过程中间，我们会遇到挑战、困难、挫折。其实甚至有时会感觉快要走不下去，迄款的感觉。所以咱这群同心的兄弟姊妹，为着要达到咱共同的目标，咱需要互相扶持，才有法度达到我们共同的目标。伫西德的迄个德国啦，德国的迄个东边跟西边拢有一间大学。这两间大学人数差不多，伊的规模嘛差不多，但是这两间大学却有天跟地的差别，天壤之别。就是讲东边这间大学充满和谐、快乐、进步，很快乐、进步、热情这样子。这间学校哇，很充满的喜乐。总是这个西边这间大学啦，安尼争权夺利，互相怨斗，彼此相争，到迄个学校拢无法度进步安尼。所以这个西边的大学校长常常甲伊的学生讲你们要向东边那间学校好好学习啦！恁东边这间学校平咱的大学规模拢差不多，为什么东边这间学校安尼热情、快乐、进步安尼？所以有一天这个西边的大学校长，伊就亲自到东边的大学来甲因的校长请教，讲为什么咱咱的规模拢差不多，为什么咱这间东边的大学这么进步快乐安尼？这个东边的大学校长就很客气的跟西边的大学校长讲，阮无啥岁啦，阮的学生拢是一寡欠缺无完全的人，但是阮的学生拢彼此相让三夫妻安尼。这个西边的大学校长听完有啊无煞煞啦，听讲廖准讲这是东边的校长谦卑的讲法。所以，这个西边的大学校长伊就亲自到校园去看这些学生，这些学生看他们怎么生活这样子。当这个大学校长西边的大学校长行入去因的这个东边的大学校园的教室时阵，拄好看到两个学生在对话，伊就停来听讲，这两个学生在讲什么？伊就听到一个1年级的学生安尼讲真实的。拢是我唔好如果我若较早将这个涂骹切落搭学长你就不会滑倒了。然后伊个听到这个2年级的学长安尼讲无啦，拢是怪我个性这么急，行路行遮紧，若无我嘛袂滑倒安尼。所以这个学长就帮这个学弟还价安尼。然后伊个听到这个1年级的学生安尼讲学长啊，是我唔好啦，如果你入来时阵我甲你讲迄个地上还没有干你就袂滑倒安尼。结果这个学长就甲这个学弟安尼讲好啊，无代志啊，
这拢是因为我无细意，是我自己不小心。哇！当这个西边的大学校长吼，听到这两个学生吼咧讲话了吼，伊有那恍然大悟了。伊突然间了解说啊，为什么东边这间大学吼这样和谐、快乐、进步的原因啊，就是因为这学生啊啦，彼此容忍、相让、互相扶持安尼。哦，这就是一个真水、佮互相扶持的团体啊。当伫这个世界吼，有一款快乐叫做压力啊。我相信每一个年龄层吼，都有每一个年龄层的压力。哦，学生有当学生的压力，吼啊，毕业了咧，伊去工作有工作的压力，吼啊，有家庭之后咧，有家庭的压力，吼，甚至啊年老退休了，嘛有伊压力啊。什么压力？唔知要做啥，吼安尼成为英英美代子、宫本美代子，逐工算电线杆，那算袂了啊咧吼。所以每一个年龄层都有他的压力啊。当这个压力拄开始产生的时阵吼，有可能咱拢有法度承受，但是这个压力呢，一直累积伫咱的身上的时阵，后来会感觉压身，最后无法度逃放，会成做啥物？精神分裂。哦，所以咱若即马去医院吼，你去看身心科吼，足侪人爆满。哦，阮新楼医院身心科，大概有那足侪人去挂门诊啊咧。哦，啊，所以伫这过程中间，圣经甲咱讲，当咱有压力的时阵，咱会当去倒位，会当来耶稣的面头前啊。哦，伫耶稣伫马太福音11章28节，伊有安尼甲咱讲，见若劳苦担重担，会当到我遮来，我要互恁得到安息。哦，所以当咱有压力的时阵，当咱伫这个地面上强行行袂落的时阵，咱会当来到伫耶稣的面头前，互咱的重担会当交伫耶稣的身上啊。啊，要安怎交伫耶稣的身上？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是关键人物啊。哦，通过咱扶持帮助遐个背重担的人，互伊来到伫这个大桥教会，因为咱的听关怀，互伊的重担可以交托给耶稣啦。等咱安尼给扶持帮助迄阵，他的压力就可以得到释放，就可以得到安息。接下来，咱来思考，那安尼，咱互相扶持吼，应该爱有什么款的态度啊？我想会当用一个例吼，嘛帮助咱来思考。比如有一个人吼，坐迄个计程车，啊，伫咧坐计程车过程当中吼，伊才看到一个年轻人吼，因为骑机车超速啦吼。弄到这个电线杆啊，趴倒伫路边，规身躯拢总灰安尼。总是安那，经过的人拢无人甲斗相共。所以这个坐计程车的这个客人吼，安尼甲计程车司机吼，同时看到这一幕安尼。啊，这个计程车司机吼，伊就一边开计程车，啊，嘴就安尼细细念安尼啊，一边开车啊，嘴巴一直念，讲啊，那无人。将这个年轻人吼，该扶起来送去医院啦。佮安尼落去吼，这个年轻人可能会活无介久安尼。哦，所以这个计程车司机吼，就一面开车，吼嘴巴就一面这样子念安尼。啊，这个计程车的客人吼，一路上拢咧想计程车司机讲的这句话啊。啊，伫伊要下车的时阵吼，伊挡袂掉，伊就甲计程车司机安尼讲司机啊。我头阵听你的嘴安尼念吼，啊，你既然知影讲将伊扶起来送去病院会当救伊的命，为什么司机你刚刚不下去救他？哦，这个客人就甲司机安尼问啊，啊，司机就安尼回答讲，啊，你既然听我安尼讲吼，为什么无爱叫我停车？哦，家己乐意扶伊去病院啊？哦，这司机反而跟客人讲，你为什么不叫我停车，你自己扶他去医院？各位，我毋知影咱听到客人甲司机的对话吼，有啥物款的感想也无啦。哦，其实扶持帮助别人吼，检测无困难，但是大部分的人拢只会伫嘴里讲的，哦，甚至安那责备别人讲你为什么没有这样子做？哦，所以伫遮咱来想，当咱若要想要建立一个互相扶持的团体，当咱看到讲啊，咱教会内面某一个人发生无好的代志。也是讲，伊有需要帮助的时阵，吼，检测是去甲伊问候，吼，检测敲一通电话，吼，咱即摆迄个赖很方便嘛，吼，每个教会都有赖的群组嘛，啊，当咱若知讲对一个人
有拄着困难的时阵，咱若启动那个代祷小组的那个代祷的功能，大家伫迄个群组为祈祷。我进前伫迄个不管是新市还是讲迄个3一我们都有一个那个祷告小组啦，RPG 对，那现在是 RPG 啦但是阮迄个时阵是一个代祷小组，就是讲那要开刀的啦还是讲遇到什么重大事件第一时间传到迄个小组，我们就第一时间迫切为他祷告。我想等到安尼祈祷的时阵其实有很多奇妙的事情会发生的，特别要开刀，要面临那个身体重大的治疗的过程当中等到安尼呼气伊的时阵，其实上帝会施到极大的稳定在这个过程中间啦。特别圣经箴言3章27节又跟咱讲到一个真重要的观念咱做伙来念来预备来，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所以，当咱若得到上帝有迄款感动咱去行好的时阵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若感受到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说我要去帮助某一个人，还是讲我要去做神交代给我的这件美好的事，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你若按你讲，我等一下等着那个感动就没有了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感觉叫做遗憾。我不知道咱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人生当中感觉有一款遗憾的感觉亲像咱有时去迄个逛街看了一个真水很可口的小蛋糕咱想讲我把这个小蛋糕买回来放在冰箱里面听好有一天我心情很喜悦的时候我要喝下午茶的时候，把这个蛋糕拿出来好好的品尝。结果咱冰到冰箱里面之后就忘记说我曾经买过这个蛋糕突然间有一天突然间想到想说我好像有一块蛋糕放在冰箱刚好今天下午有时间要来喝下午茶，结果冰箱打开的时候发现什么事？不是过期的，就是发霉的，坏掉了是讲咱在座的女生咱就会觉得说女孩子的衣橱永远怎么样，少一件衣服所以我有的女孩子她会去街道去逛街的时候会看到真好看的洋装给它买回来放在衣橱里面，跟自己讲说等到有一天最佳的时机，我要穿这件美美的洋装结果放到衣橱里面经过一段时间了发现那个时间来了然后呢就把衣橱打开将这个洋装摕出来的时阵，发现什么事情了？我们的身材已经走样了，穿不下去了这个叫遗憾所以当上帝感动咱去帮助别人去为伊传福音为伊做好代志的时阵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经讲，若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这时候咱来想，那安尼咱要安怎尽咱家己的气力来扶持教会？我想下面有一个例帮助咱来思考了。伫西德有3个修道士修道士就是咱即摆神职人员有3个修道士有一天因安尼伫一间真旧真破的这个礼拜堂不期而遇3个修道士都行路行到伫这个礼拜堂刚好遇见其中有人就提出一个问题说这间教会这个礼拜堂那变到这么旧这么破，这么残破不堪人数这么少好像快要关门一样。第一个修道士伊就安尼讲一定是回应不敬虔无敬虔无灵性不好，所以上帝无赐福这间教会安尼第二个嘛才咧讲，我感觉一定是会有太懒惰了，无人关心礼拜堂，所以礼拜堂安尼这样残破不堪门窗都破了了安尼这样胎歌环境脏乱，所以大家看了这款的环境不想来教会第三个修道士伊个才要讲我认为一定是会友
无疼心啦，没有爱心。所以来到伫这个所在，因感受不到那个爱与关怀，所以大家拢无爱来。三个人竟然为着这个问题咧争论。后来因得到一个结论，讲既然大家拢认为讲家己的看法上界对，那安尼咱三个留落来，我们三个留下来，共同为这间教会来打拼，看最后什么人上界成功啊？看谁最后最成功这样子。所以第一个修道士伊就逐工透早呢3、4点爬起来为这间教会祈祷，每天迫切为这间教会祷告，为着需要的人祈祷，心灵受伤的、身体病痛的，都为他祷告。第二个修道士呢，伊就真骨力，去募款来整修礼拜堂，将这个礼拜堂给装潢了真庄严美丽安尼，经过人看到这么漂亮的建筑物，就自己走进来了。第三修道士伊就真骨力去关心会友，结合会友，去帮赞会友。会友若无来做礼拜，他第一时间到他的旁边去关心他。个若要需要帮助的，伊嘛从第一个冲去伊的身躯边，甲伊斗相共。经过一段时间，教会真正大复兴啊，大复兴啊，人数值各方面都增长啊呢。等因看了这款的情形，很高兴啊。3个修道士哇，超级高兴，因个聚集来讨论因拄仔来到这间教会所讲迄个问题，并且分享讲为什么这间教会这么快乐进步质跟量都成长的原因啊。第一个修道士安尼讲这拢是因为我啦。我逐工甲上帝灵修祷告，我每天迫切为这间教会祷告，所以上帝赐福气，互这间教会大复兴。这个是我的功劳啊。迄个第二个修道士安尼讲，我认为不是安尼不是这样子这是因为我熬管理教会、整修教会，和教会这个建筑物这么水才会吸引那么多人来这边做礼拜啊。这个第三个修道士安尼讲，恁讲的拢唔对啦。教会这么多人的原因，是因为我逐工拢去关心会友，我每天都去帮助会友解决他们的问题，关心他们。那无咧，人哪真甲这么多？三个人拢认为教会复兴进步的功劳是家己啊。所以三个人佫开始开始争论，开始冤家。教会佫开始退步，最后这三个修道士离开教会，教会佫真做原来拍远的模样。各位，这个故事要甲咱讲的是检测咱的教会有一寡问题，也是无法度进步的原因啊。但是关键不是干那去讨论迄个问题就好了，因为每间教会都有问题。我2003年从台南神学院毕业，到今嘛2022年，差不多看过很多的教会啊，没有无问题的教会啊，在这个世界无迄款没有问题的教会啦。每一间教会都有它的问题啊。关键是在伫哪，咱够愿意尽咱的气力去帮助咱所看到遐个问题，或者个问题会当解决也无啦，所以教会需要有人为这间教会来祈祷，和这间教会咧推动事工的过程中间，会当通过祈祷来得到快乐。特别咱若看到讲，这个世界遐个正大间的教会，我举一个那个世界最大的一间教会，叫做迄个纯福音教会，伊即摆已经超过80万人的教会了。咱敢知影？迄个近80万人的教会他的主任牧师背后有偌济人为这个主任牧师祷告？超过10万人为这个主任牧师祷告啊！所以教法都牧养整个超过80万人的教会啊！所以迄个祷告的力量很重要。咱教会要推动任何的事工，要进步，要伫这个所在传福音，祷告是一个背后的动力啊！咱教会嘛需要有人经历教会和教会的这个环境安尼真舒适。像我安尼入来了看到整个教会的环境很温馨呐，迄款温馨的感觉会
让人想要来到这个空间呢。教会嘛需要有人好好啊来招呼兄弟姊妹，关心兄弟姊妹，互咱伫这个所在会当心灵得到扶持啊！互咱的心灵好像来到教会，好像回到我们心灵的家一样。我想通过安尼，咱的教会会哪来哪进步啊！咱今仔日是这个教会甲退休传教者的这个纪念主日啊！其实教会甲牧者的关系嘛是互相扶持的关系。咱知影讲，这个耶稣伊将伊家己比喻成大牧者嘛。牧者就是咧顾这羊群，引带这羊群，当这羊群心灵需要扶持帮助时阵，牧者会真侪咱的扶持帮助。特别咱若需要这个祈祷的这个过程中间，当这个上帝通过伊的这个罗卜，伊的祭司，牧者为咱祈祷的过程中间，其实上帝通过这个渠道，通过牧师的祝福，互咱伫咧面对着侪侪挑战、侪侪困难时阵，互这个挑战通过牧者的引带祈祷，这个问题会当得到化解。总是牧者其实有时到因年老退休了可能伊就无迄个所在通大，因为咱无迄个教会有牧师馆嘛，总是为退休的牧者可能他要面临要去租房子，还是讲接续伊的迄个生计的问题安尼。所以伫这过程中间，咱总会有设一个单位叫做迄个传福会伊伫这传福会的过程中间，咧关怀这退休的牧者因退休了的生活安尼。所以咱感谢上帝啦，通过咱今仔日的这个主日咱手中有这个传福会的这个的奉献袋会当为着这个退休的传教师还是讲为着上帝这个退休的罗卜来甲因关心来甲因奉献安尼。我相信通过咱的关怀奉献，这个为主安尼尽忠到退休的这个牧者，因会伫咱的关怀过程中间嘛感受到耶稣基督的扶持，耶稣基督的疼安尼。特别上帝若感动咱就照着上帝迄个感动来帮咱来奉献。我相信，当咱毋管奉献偌济，上帝的确伫即个过程中间来纪念咱所付出的一切。最后我用一个故事来做一个结论，甲咱勉励。有一个庄脚的家庭有一对兄弟大兄到20岁时阵结婚搬出去外面住。伊的小弟甲伊的爸母住做伙。因拢是做事人农夫生活过了真爽享只有一间简单的厝虽然因的生活一直真辛苦一直安尼真劳碌安尼因比别人较早出门，比别人较晚回来虽然爽享很辛苦，但是这对兄弟是因这个庄头内面公认的模范兄弟这样子的因真相挺互这个庄头的人拢足欣赏，讲这真难得一个家庭，这个兄弟之间这么和睦这么相爱安尼。当这个稻收成了一个阴暗，大兄算家己所收成的米无济啦，差不多10地左右。总是这个大兄伊想着讲我的小弟伊今年的收成比我较少，伊爱去饲爸母伊家己一个人爱去饲爸母安尼。我这个做大兄的人我要来甲伊斗相共，但是我不爱互我的小弟知。所以到暗时的时阵，这个做大兄的人伊就偷偷排一袋米，偷偷藏去因的小弟的这个仓库内面安尼。这个做小弟的人收成了，伊嘛咧想，讲哇，我的阿兄伊已经结婚生囝，今年的收成嘛无介好安尼。我要来帮助我的阿兄，但是我不爱互伊知影，我不要让我的哥哥知道。所以这个做小弟的人，伊伫暗时偷偷排一袋米偷偷藏去伊的大哥伊的迄个仓库内面安尼。过顿工因将这个仓库的门拍开一看，为什么这个仓库的米无减少安尼？所以这两人
伫过灯光的阴暗，得去派一块米吼，要到伫即个对方的即个仓库吼，偷偷啊，甲伊放去仓库内面安尼。啊，结果这边吼，2个人在晚上的时候不期而遇啦，两个都去拄着安尼吼，哥哥派米要去弟弟的仓库，啊弟弟派米要去哥哥的仓库，啊2个人走到路中迄个半路都遇见了，啊2个人拢问讲，遮尔啊晚你要去倒啊？这么晚了你要去哪里啊？啊结果这对兄弟啊恍然大悟啊，突然明白为什么家里的米仓没有少的原因啊。所以这对兄弟就足感动的，咱做伙好。各位，这对兄弟啊吼，咸菜毋是真好野的啦。伫迄个当时，伊嘛是属伫遐边缘人啊，较贫穷的人。总是安那，因互相扶持，共同来经过人生的这个困境。我相信，因一定是上界幸福的人，他们一定是最幸福的人。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伫教会内面会当亲像即对兄弟啊共款，当咱看见着遐有欠缺软弱的人时阵，互咱会当互相扶持帮助，互咱大桥教会会当成做一间互相扶持的教会。咱同心来祈祷，主必听从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通过主耶稣你的启示，互阮知影每一个人伫教会内面。拢是主耶稣你的肢体，一体若受苦，百体同受苦。求主耶稣你来帮助阮，互阮伫未来的年日，当阮看见着阮身躯边的人，看见着教会内面的人，有信仰软弱的人的时阵，互阮会当主动来彼此相扶持，互教会会当充满主耶稣你的疼，来荣光你的名。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